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，歡迎返嚟我嘅理財頻道。各位朋友仔，今日想問大家一個超貼地嘅問題：你哋投資組合入面有冇銀行股呢？我識得好多老友記，無論股市起起落落，始終持有住幾手建行、匯豐或者中銀香港。唔單止因為銀行股穩陣，重點更係睇中佢哋年年準時派息。好多人買銀行股，淨係識得掛住股息幾時可以到手，而忽略咗股息再投入嘅威力。事實上，哪怕你手上隻銀行股跌足10年8年，只要有穩定股息，不斷再投入補倉，最後你都可以笑到最後。以下內容就同大家分享點解做到長期穩賺啦。如果大家對以下內容有任何睇法，歡迎留言分享。入主題之前，老規矩，記住幫我按個 like、訂閱頻道，開埋隔離小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每一個星期六嘅最新投資分享啦。如果大家需要開設證券賬戶，不妨可以望下下面資訊欄記資料。另外，我自己係另一個平台，有自己付費會員頻道，主要分享我自己操作同埋心得。資料同樣係資訊欄，如果有意加入，都只係一杯咖啡仔，價錢希望得到大家幫手支持啊！好啊，我哋入內容部分呀。首先同大家講一個最實際嘅道理，華人中意買銀行股唔係冇原因嘅。由於銀行股商業模式穩定，無論經濟如何有變化，呢個行業一定會存在，況且有政策托底，派息又持續。呢類特點正正係我哋散戶容易對抗市場下跌嘅最大底氣。就用港股其中一隻最熱門嘅建設銀行來講，公司暫時股息率只有5%，比以往歷史水平低咗唔少。不過派息比例只有30%多，唔排除往後其中一年開始，中央允許派息比率提高。另外仲有匯豐控股股息率尚算合理，有着全球業務分散風險，就算股價有波動，派息總算一直穩陣。好多識於微視銀行股嘅朋友，只要不理市況發展，佢哋總會趁股價低就會買入呢啲銀行股嚟傍身，甚至仲將每年股息再投入買入更多股份。因此，好多人嘅銀行股持倉成本已經攤薄到好低。我同大家簡單推演下，假設你買咗40萬股建設銀行 H 股，按年均股息率5%計算，每年分紅再投入，20年後持股量會從40萬股變成106萬股。假如過程中股價唔增長，總市值可以去到800萬港元。況且就算期間股價跌咗50%，只要股息穩定，你又肯用股息不斷再投入，股數只會越來越多，股息亦都越來越多，最終嘅複利效應會超出你想象。相反，冇股息或者極少派息嘅公司，股價跌咗就真係跌咗。你如果冇任何錢可以補倉，最後只能眼白白睇住賬面虧損，全程十分被動。銀行股就算股價跌，股息照樣派，呢個就係銀行股同非收息股嘅最大分別。講到呢度，好多朋友會問，點樣揀銀行股呢？係咪所有銀行股都值得長期持有？答案都好簡單，銀行股要有穩定派息嘅前提，係基於公司有持續性嘅真實淨利潤同穩健基本面，其他一切概念炒作、短期利好都只係霧裏看花。所以最終都要睇銀行賺唔賺到真金白銀。你揀得嘅銀行股要睇3個重點：第一，不良率低，盡量要低；資產質量要穩；第二，淨息差不能太窄；第三，派息政策係咪有長期穩定歷史？好似國家機器4大內銀背後有中央保護，大到不可以倒。而且仲有個關鍵點，中資銀行股大多受政策呵護多。好似三中全會中有提到要完善金融監管，推動信貸優化，都係為銀行業提供良性發展鋪路。有政策托底，加上穩定盈利，銀行股嘅股息先至夠穩。咁樣要做股息再投入嘅策略先至行得通。至於股價上漲，對我嚟講呢個只係意外驚喜，有就最好，冇都唔影響大家長期持倉意欲，不是嗎？大家都只係想中意靠股息過日子，唔係中意靠賣股票過日子㗎。
呢度同大家分享我一直奉行嘅投資哲學，買銀行股要當自己係一個收租嘅股東，唔好成日關注睇房價，要睇租金。你睇下身邊嘅包租公包租婆，佢哋會唔會因為樓價一個月跌咗10%就急住賣樓呢？肯定唔會㗎。佢哋在意嘅係租客穩唔穩陣，租金有冇按時到賬呢個課題。買銀行股都一樣概念。股價就係樓價，股息就係租金。買銀行股睇重嘅係每年嘅租金。好多人買銀行股賺唔到錢，就係因為太執着於短期升與跌，睇住賬面數字變化打亂心態。大家可以嘗試下將股票 APP 移除刪咗，一年關注只睇一次銀行嘅業績同派息，我相信你肯定會發現自己嘅投資心態會平穩得多。最後同大家分享投資市場嘅2種賺錢方式，大家可以對號入座，睇下自己屬於哪一種。第一種，賺公司盈利嘅錢就係我而家做緊嘅事，買入優質股票，做長期股東，賺到錢就派股息俾我，我再用股息再投入買多啲股份，等股息越派越多。呢件事急唔來，需要耐心，但係最穩妥、最安心嘅賺錢方式。就算牛市唔來，一樣可以穩穩收息，慢慢變富。第二種，賺市場其他人嘅錢，呢種係玩技術嘅遊戲，追熱門概念股，指望後面有人出更高價錢買走你嘅股票。呢種方式短期會賺到大錢，但長期幾十年落嚟，能贏住離開嘅人寥寥可數。華人為何中意買銀行股？正正係因為唔需要玩技術，老老實實揀幾間優質銀行股，長期持有，靠股息再投入，實現財務自由，先至係最實際嘅選擇。最後想問問你，地買銀行股記故事係點樣㗎？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見解。好啦，以上就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內容。今日影片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聽。下一條影片我哋再見面。